以色列公加萨总理纳坦雅胡强调袂停火，那无就是等于投降。伊朗的总统莱西就批评讲，以色列已经下过红线。美国通用汽车答应4年半加薪水超过3成，汽车工人6礼拜罢工有机会煞过。科学学家伫咧波兰挖出17世纪的遗体，落种的方式真特殊，学者认为讲是古早人为着要阻挡树火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以色列的地面部队继续进攻加沙，总理纳坦雅胡强调因袂停火，那无就是等于甲哈马斯投降。美国白宫的官员科比嘛讲，停战毋是正确的答案，会当想想看要安怎援助难民。面对这以色列甲美国的言论，伊朗的总理莱西是讲，以色列的行为已经下过红线，是逼所有的人对因动手。而且伊嘛批评美国叫大家莫动手，家己说是一直支持以色列。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加沙是已经破8,000人死亡啊，而且恐惊逐天阁会增加420个囡仔死伤。也就是以色列是有1400人死亡，所以讲是双方死伤的状况是一直咧欠悬。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开会时阵，就挂犹太文化的大话支撑，强调讲因有捍卫国家的权利。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走廊，同时地面部队地力推进。总理纳坦雅胡30日记者会公开表示，向哈马斯发动地面战是以色列对国家军方的共识，就此施压哈马斯提悬人质获救的可能性。伊也以美国真主港事件甲9月攻击的对策为例，以色列未向恐怖攻击屈服。Calls for a ceasefire are calls for Israel to surrender to Hamas, to surrender to terrorism.To surrender to barbarism. That will not happen. 美国白宫强调，需要采取将援助物资送去加沙人民手中的做法，也毋过支持以色列无停火决定。We do not believe that a ceasefire is the right answer right now. We believe that a ceasefire right now benefits Hamas. 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攻击火力一点仔拢无减，已经引起国内支持战争甲反战势力的对立。哈马斯测试攻击以色列绑走至少239名人质，到今只有4个人互放倒来。烦恼人质安全的家属这几天伫特拉维夫举行示威，呼吁政府随停战，甲支持战争的人士爆发冲突。律师分歧也伫联合国安理会发生，顶礼拜指责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偏向巴勒斯坦，所以应该是一落台以色列驻 UN 大使尔登。30日安理会紧急会议搁一摆会就展开，以挂代表犹太文化的大会之称，就此谴责各国代表无重视历史教训。以下战会已经3礼拜，安理会到今还未达成共识。美国中定国连续否决10项协议草案，安理会会议会继续进行议程，为加沙人民争取人道救援停火的机会。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加沙直直受轰炸，这伤患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医疗人员是根本就无法度休喘，而且生活欠物资歹过日，这款难民是直接冲入物资中心抢物件。当地公共的特殊是当咧帮盘。另外，因为有真侪无辜的巴勒斯坦百姓当咧受苦难，全世界听因的活动就愈来愈多。加拿大有示威的人士就冲入政府机关，要求因的政府就要出声，呼吁以下停火。听到各空袭急救人员真紧整理装备前往灾难现场。10月7日，加沙冲突爆发了后，巴勒斯坦卫生单位就随向当地有急救证照的专业人士发出调集令，不过随着伤患一直增加，救援志工只会当随时待命。真侪人到今已经3礼拜无回去啊。واحد اللي هو ايش؟ الخدم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ي سبيل إنقاذ أبناء شعبنا وتقديم لهم أبسط ما يمكن نقدر إحنا نقدمه。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到今已经造成超过8300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其中约3500名是儿童。受到连续轰炸影响，加沙地区物资运送难度增加。造成最近有数千名拢伫联合国物资发放中心甲仓库抢面粉、水甲食物。联合国烦恼当地公共秩序已经渐渐失控。虽然礼拜二搁开放33台卡车通过拉法关口，逐天煞至少爱有100台卡车的物资，才会当应付当地需求。
So our inability to supply medicines and equipment to the remaining hospitals is vital, and now we've been cut off from that ability, if you like, because of the high security risk in the nort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subhuman. Where do people go to the bathroom? How do you remove the waste? 全球各地继续有停摆示威，30有真侪加拿大停摆人士。总计伫12座城市占领17个政府机构，其中包括加拿大副总理洪慧兰甲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因要求国会公开呼吁停火。另外，美国大学校园反犹活动也增加，就名校康奈尔大学的犹太社群，就发生真侪件网络威胁。目前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处理。公司新闻刘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自卫队去年逼出性骚扰，防卫大臣要求加害者回失礼，嘛答应会建立更较好的群众环境。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为了刺激生育率，暗算推出自动育婴假制度，唔免申请，唔免看公司的面色，自囡仔出世，父母就会当自动休1年的育婴假。英国《Times》报道，阿根廷的球王梅西摕到第8座金球奖，是破有史以来上侪届纪录。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签美国头一项管制人工智慧的行政命令，降低发展新技术的风险。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调获26款目药水。因怀疑讲，这生产的过程药水有受到污染，恐惊会害使用者目睭破灭甚至失明。为着减少瓦克洛西的能源，英国是批准新的北海石油敢天然气的开发许可证，这就引起环保团体大抗议。有示威者就伫咧车道吊杆行到有够慢，妨碍交通，其中有62个人去互警方掠去。英国环保团体主动就油的抗议人士，伫国会广场的车路慢慢啊行10分钟，警方要求因行转去人行道，唔通妨碍交通。警告无效，开始掠人，拢总掠62个抗议者。环保团体主动就油伫2022年成立，几两摆发起抗议活动，为几两千人被掠，上百人入狱。这摆的抗议是要踮伦敦用500有的规模，慢慢啊游行3礼拜。Parents like me are seeing their children die because of the climate crisis. Why are you arresting us and no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英国政府讲，为了减少英国对罗西亚能源的依赖，宣布要伫北海发放27张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许可证。不过，抗议气候变迁的环保人士讲，安尼做对降低大气的能源费用无甚物效，颠倒是替极好业的企业制造更加侪利润。Our democracy doesn't function. I've only voted 2 times in my whole life. Nothing I've done has made a difference. So this is our only choice if we want to stop the inevitable climate crisis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carelessly fueling because it fills their pockets. 主动就油透过声明讲，刷落来每一天拢会发动慢速游行。准讲警方出手掠人嘛不要紧，重点就是要全力阻止英国政府继续依赖石油甲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伤害地球的环境。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汽车工人的罢工，除了福特已经甲新罗桥好势，即阵通用汽车嘛答应4年半加薪水超过3成，罢工有机会完全煞过。为伫密西根的通用汽车厂化工人选择官方，也标记执行罢工，都伫因坚守罢工纠察线超过6礼拜了后，总算传来工会甲资方达成协议的好消息。I think that was a relief for everybody, you know, like we have an agreement, so something's on the floor, so we know we won't be out here long. 这是美国三大汽车厂工人自9月15起发起联合罢工，表示福特甲斯泰兰提斯车厂伫过去1礼拜内连续让步了后，汽车工会过一大胜利。根据初步协议，通用同意甲其他2间车厂采取类似方案，伫4年半内实质加薪超过3成。若还未达到相关薪水水准的计价员工，加薪幅度可能达到1.5倍。另外，退休金也起33%。伫劳资双方最后达成共识，捌停罢工行动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感觉欢喜。They have reached a historic agreement and a hard-fought agreement that was really battled for a while.
but it was all done in good faith. 美国三大汽车工会成员有我15万人，即届北港高峰时期，上侪有我5万人参与，期间造成资方数十亿美金的损失。有专家烦恼，劳动力成本提悬了后，车厂可能将压力转去消费者的身上。There could be some pricing pressure, cost pressure as it relates to the labor rates. Understood. We have different ways and different levers we can pull there. Maybe get some efficiencies within the facilities. 分析指挥，美国汽车工会罢工的成功案例，一定会加速其他产业工人的典范。未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会加速趋势。那参与罢工的汽车工人表示，会伫业者正式宣布协议内容了后，登到工作单位。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将签一份限制 AI 人工智慧的行政命令，要建立安全的标准。内容是要求这企业就爱，若是要开发对经济甲国安有风险的模型，就爱先通报，而且嘛要说明因测试的结果。预计这微软、佮有Google等公司拢会受到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来建立 AI 的安全准则，这嘛是美国头一份关于 AI 的行政命令。To ensuring the AI Bill of Rights to bring together leading AI companies who agreed to voluntarily make certain commitments to make sure AI is safe and the system is secure. 这份行政命令有8项行动，包括要制定 AI 安全新准则，保护民众的个资、公民权利，强化国际合作。内底上关键的是，要求企业伫开发有关国安经济风险的 AI 模型的时阵，要通知政府，嘛要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另外嘛，要求 AI 生成内容的声音、影像等资料，要加入浮水印，让民众会当分别真假。3-second recording of your voice. I've watched one of me on a couple of things. I said, when the hell did I say that? 3 seconds recording your voice and generate an impersonation good enough to fool, I was going to say your family, fool you. And they can use it to scam loved ones into sending money because they think you're in trouble. 美国参议院当咧制定 AI 法案，即马总统拜登早一步宣布行政命令，嘛呼吁国会爱通过立法，加强对 AI 的管控。即嘛是英国要伫11月初召开全球 AI 峰会的进程。美国所提出的重量级的资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出席峰会参加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西方的万圣节，这四火鬼是真经典的鬼怪角色。现实当中，有考古学家伫咧波兰挖出2具17世纪的遗体，因落葬的方式是真特殊。有的是新尸附近放围架啊，有的是脚放锁起来，头骨刷位，有的是喙内有吞物件。学者认为讲，即寡方式拢是古早人要阻挡这新尸爬起来感觉。但后会遐尼流行四火鬼的传说，方式是17世纪民众发现讲，过身的人指甲甲头毛会变长，而且喙角有火，巴肚佫食甲像会碰碰安尼。到现代，有科学家才解释讲，人过身了后，筋肉揪起，所以讲这指甲甲头毛才会变长，而且这腹内有细菌，才会造成一火甲巴肚碰碰的现象。即寡17世纪的新尸，真有可能是着老套症，也是传染病死的。迄阵的人因为毋知影原因，凶死遐侪人，才因为惊吓出现四火鬼的传说。纸箱内底的遗骸是最近挖出来一具17世纪的查某囡仔骨骸。波兰托尼戈拜尼大学的考古团队最近伫北部一座墓园发现一具查某囡仔骨骸，落葬的时阵脚封锁起来，面向下面，可能是要防止伊佫爬起来。推测查某囡仔在生进前方认为是四火鬼。Został prawdopodobnie po śmierci tego dziecka otwarty i reszta tych kości zniknęła, ponieważ ówcześni ludzie stwierdzili, że pochowanie tego dziecka, zabiegi przy nim wykonane, było to jeszcze za mało. 考古学家推测，查某囡仔年纪大约是6至7岁。凸显当地伫17世纪的时阵，将四火鬼凶死的超自然现象看作是真实存在。而且伫去年的热天，考古学家也伫这座墓园发现一具女性的骨骸，脚也封锁起来，阿妈棍也挂着一支草鸡仔。
显示伊迄当时也方认为是死火鬼，这种埋葬方式应该是为着防止伊个活起来。Być może ta kobieta po prostu była inna, może cierpiała na choroby, jak się okazało z badań antropologicznych, które przeprowadziliśmy, analiz specjalistycznych, że faktycznie była to osoba schorowana, więc być może ta choroba powodowała takie objawy, że po śmierci sądzono, że może po prostu ona wrócić w postaci demona lub powiedzmy szkodzić zmarłym, więc dlatego ją zabezpieczono. 欧厝这两区危害墓园内，大约有3%采用无平常的方式落葬。像用铁啊制品埋葬亡者，方认为可能是会当互死者保持死亡的状态，也是将石头放入手骨，也是阿妈棍来预防亡者搁活起来。另外，这座神秘的墓园的实际大小，甲相关危害的研究，考古学家表示会使用透地雷达继续进行探勘。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泰国政府今日宣布，对11月，也就是明仔开始，一直到明年5月，咱台湾的旅客入境泰国，唔免签证，会当停留30天。疫情影响全球旅游市场进入寒冬有3年，为了抢疫后观光商机，泰国官员32宣布，取消台湾甲印度入境签证限制，入境旅客会当免签停留30天，免签期限为11月开始到明年5月70。我们在沟通，希望能够都有一些优惠。因为当年11月到过当年的机会，不是泰国的富贵，气候舒适是当地旅游大国。国内不少旅行社看准商机，除了用优惠价抢客，也看好泰国的免签政策，会让泰国旅游市场成长。预估整体在泰国市场注入活水之后，可能对整体的东南亚还有泰国市场可以再成长1到2成。这样的一个免签证，对于台湾的旅客可以省1000多块的一个签证费，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以泰国现在来说，在疫后来讲，它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疫情进前108年，民众到泰国旅游的人数是83万人。继当年受疫情影响，当年减少，到去年才开始复苏。今年1到9月，更加来到56万7千人。不过，泰国政府为了东京观光市场，早伫9月25，就实施中国旅客到泰国旅游为期5个月免签政策。不过，这项力度亲像无激起中国旅客兴趣。反映的是泰国很需要观光客回流了，双方可以进一步磋商啊，是不是双方可以变成互相免签的国家？泰国今年目标希望增加2800万人次的游客入境，唔望透过观光收益抵消出口等等，限制经济成长的影响。只是进前一直传出有民众到泰国旅游所封拐也是挂器官的传闻。安怎让泰国旅游无安全顾虑，恐惊也是泰国政府逼观光都爱先克服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越南的世界遗产下龙湾，当年拢有几百万人去佚佗，这人济本身就济污染真严重。有一个纪录片《旅游真代价》，就是在讲这款旅游所带来的问题，咱做伙来看。越南迄项是东南亚旅游的好所在，今年佫登上美国18杂志全球上值得去佚佗的52个所在排行榜。越南北部世界遗产的下龙湾，以海上过人的绝美风景，去年吸引700多万游客，今年甚至佫有850万人的规模。即马缆车主题乐园、豪华酒店甲数千个新的主题组织开发，下龙湾生态环境遭到真大冲击。Thì chỗ khu vực Vịnh Hạ Long ấy, nó cũng đang chịu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áp lực về vấn đề về môi trường, đặc biệt là từ các cái khu vực ven bờ, từ các hoạt động kinh tế xã hội ở các cái khu vực lân cận. Để nó có những cái hoạt động này thì cũng đều tiềm ẩn các cái nguy cơ mà nó sẽ tác động đến cái khu vực, đến cái chất lượng môi trường cũng như là cảnh quan môi trường, gây ô nhiễm rác thải và có thể là. 英国串流平台纪录片《旅遊真代價》，去16個國家翕1000點鐘的影片，報道國際旅遊存在種種真罕古的惡魔，親像熱帶動物來滿足遊客好奇心。動物表演這項娛樂統計喺全球有50萬動物深受其害。也有另外一種所謂結合公益甲觀光旅遊，體驗在地無同款生活面貌的公益旅遊，和非洲、東南亞這散策國家的孤兒院數量增加。細漢囡仔，互人為親生父母身軀邊搶走，只為了互有錢國家的先進人士贏過一個公益的感覺。The people that actually go on these trips, they actu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good. They actually want to help. And then they're booking these trips that have a huge impact on young people when they have abandonment issues with people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ir lives. And we delve into that in the last tours. But also
the whole child welfare issue with just groups stopping in schools. I mean, and kids doing performances and dances for tourist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mean, you wouldn't do that where you come from. You wouldn't just walk into a class with a group of adults and make children stand up out of their desks and and do a performance for you. So why would you do that in another country? 纪录片最后透过印度的葫芦计程车行、泰国清迈大象自然公园、秘鲁马丘比丘周围山城的传统吉普川，让观众看到国际旅游会用产生的正面影响，就是改变无好的消费方式，甲在地人文斗阵共创双赢。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